係各位聽眾大家好嚇。嗱，今日星期六啊，26號啊，4月。咁歡迎嚟到陳述足球呢個頻道，我係 OK 哥嚇。咁近排成績係比較好啊，連續5日11場，只錯咗1場啫嚇，提供俾大家參考嘅。希望大家就多多捧場轉發下、訂閱關注一下。今晚星期六咧就好多波嘅，我今晚就揀多一場俾大家，提供2場英超、2場法甲俾大家參考。首先早場嘅車路士對住愛華頓，車路士呢隊波真係近期麻麻地嘅啫，但係而家咧就為咗要保住佢下一屆歐聯嘅資格，今場咧就應該會全力以赴嘅。反觀愛華頓咧就無欲無求噶啦，乜嘢都唔使爭噶啦。而家車仔咧就-1.25嘅，咁我就推介大家就車仔呢場波有力可以贏到2球或以上。另外一場咧就紐卡素對住葉士域治。紐卡素而家咧就讓2.25對住葉士域治紐卡素咧亦都係要爭住個歐聯下一屆嘅歐聯嘅資格。反觀葉士域治咧就係已經鐵定降班噶啦。睇下今晚紐卡素會唔會贏到2球或以上啦。我推介紐卡素俾大家參考。另外咧就法甲一隊咧就係史特拉斯堡對住聖伊天。史特拉斯堡咧而家就係-1.25嘅。史特拉斯堡而家就聯賽積分51分。聖伊天咧仲要補組嘅。睇下史特拉斯堡呢場主場能唔能夠贏到1球或以上啦。我少少睇好史特拉斯堡。另外一場咧就係里昂啦，里昂對住雷恩。今晚凌晨3點嘅，里昂而家咧就係主場-0.75畀雷恩。里昂咧又係要爭下屆嘅歐聯或者係附加賽嘅歐聯嘅附加賽。而家里昂咧就51分，距離摩洛哥尼斯尼爾嗰啲只不過都係3分2分嘅啫。呢場趁主場睇下可唔可以擊敗雷恩啦。雷恩咧而家咧就係排住第10嘅，冇咩可以爭噶啦。所以呢場波我就睇好里昂可以擊敗雷恩嘅。鍾意嘅頻道咧就點讚，記得近排成績唔錯嘅。希望今晚幫到大家，好嘛？祝大家好運聽晚再見，好，拜拜。